好，来继续关心天气的状况。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今仔日的温度称真悬哦。气象局佫针对着台南、高雄甲南投县这3个县市来发布着红色高温的灯号，这个气温超过38度。啊，大家真期待的黄霜雨季，到底什么时阵才要带来雨水呢？气象局的局长讲，5月底就有机会。 日头赤炎炎，天气有够热。那北部出现33度以上的高温，气象局针对10县市发布高温消息。台南、高雄、南投县3个县市红色灯号，气温会当达到38度以上。新北、嘉义县、屏东县4个县市是柑仔色和黄色灯号，气温高到36度以上。台湾基本上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。 所以各地的气温上，因为白天的云量也偏少，所以日间的一个辐射作用会比较明显，那也比较容易气温上升的情形。啊，每一号当时来，恐惊等到5月底才有希望。等到南澳反气旋刷到中南半岛顶面，黄霜雨地来。看地面的封面，现在的确是偏在台湾北边，但是如果我们看高层的天气形态，其实就季节变化来讲，还没有到位，等于就是说上面高空其实还在延迟阶段。未等到落雨，后礼拜2、拜3，太平洋势力变势，北平方面有机会落南来到台湾。到时阵各地山顶、北部、东北部都有机会会出现过道落雨。